好，来，乡亲咱继续来看全台湾上济回职业的医师，苗栗公馆福基诊所的医师谢春梅，4月19去做宣录，享受99岁。今仔日举行告别式，总统蔡英文特别去甲念香。蔡总统讲，谢老医师70多年来守护乡亲的健康，高龄90多岁也坚持咧看诊，无私的精神，予伊敬佩。总统嘛来颁证着保养令，感谢老医师一生的奉献。全台湾上长退休的职业医师谢春梅，99岁，也去替乡亲看病，是苗栗县公馆乡的传奇。4月中伊过身去，5月15这天举行告别式，总统蔡英文特别去祭拜。我还记得去年9月，我拜访福基诊所的时候，舒服的诊所环境，还有老医师守护乡亲健康的精神，都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总统讲谢春梅是小镇的医生，早期无车会当坐，伊就用行的，甚至爬山，替周围5、6个乡镇的乡亲看病，拢袂发苦。接生看病到乡亲过身开死亡证明，伊拢来透风透雨安尼70年。医者仁心，为乡服务，就是我们谢春梅医师一生的写照。蔡英文嘛颁发保养令，给谢春梅的家属，感谢伊一生无私的奉献，嘛要求客委会将谢春梅传奇的事迹记录落来，流传落去。